集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宝杰。我们的政府口口的声声的说，他非常的重视酒驾肇事，甚至如果酒驾肇事造成了人命的话，那更要处以非常重的刑罚。可是我们每次我们的政府都是3分钟热度，等风头过了以后就船过水无痕，好像整个事情就没有发生一样。我们看到过去英国的商人林克颖把我们的人给撞死了，把一个孝子晚上还要半夜送报纸，结果他拍拍屁股可以跑掉了。我们看到了叶少爷把人撞死了，我们的群情激愤之后，政府用100万把他给交保。可当这件事情过以后，我们就看到交保的金额越来越少，越来越少，100万、15万、10万。最近又发生了一个酒驾肇事的状况，这个叫做徐伟杰撞死了一对情侣，1死1伤。可是我们看到最后整个法院还是高高举举，轻轻放下，又用20万给交保了。家属就非常的生气，他的小孩这么样的认真，晚上还要工作到半夜。可是你因为你在外面吃喝玩乐，你在外面嬉笑，你把人给撞死了，你好像没事人一样。而且他之前还有酒驾的前科，难道我们的政府对这样的事情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如果说全世界都纵容酒驾，我们台湾可能还没有话好讲。可是现在全世界都越来越重视酒醉驾驶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即使是中国大陆，它有非常重的刑罚。你到了美国，甚至都还要叫你去太平间去洗尸体；你到了新加坡，甚至要鞭刑；到了日本，卖你酒的人都有罪。只有台湾，我们的政府口口声声的说我们重视酒醉驾驶，但是什么作为都没有。好，我们今天请到了5位来宾，对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媒体人马西平，你好。宝杰好，大家好。好，第二位是文大韩文系的教授徐怡玲。宝杰哥好，各位朋友晚安。好，第3位是资深媒体人黄崇夏。宝杰好，大家好。好，第4位是财经专家黄世聪。宝杰好，大家好。好，第1位是黄建平。大家好，观众晚安。好，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家属，有着被撞死的家属，他们弄了一个脸书，非常的愤怒的表示：徐伟杰，你凭什么酒醉累犯，你撞死人？可是你20万就可以交保呢？我们来看这报道。车祸现场的照片就看到死者的机车卡在白色轿车的保险杆，而另外一辆机车也被撞飞到路旁，卡在货车的底下。这样还不足以呈现撞击力道。实际来看，机车变成了模样，2部机车就停在派出所，2台机车都扭曲变形，而肇事的白色轿车车头整个凹了进去，挡风玻璃也碎了一大块。怎么撞的？透过电脑动画来还原，2部机车就骑在左南路，遭到后头的白色轿车来追撞，死者机车还被拖行了180公尺，地上还留有长长的拖行痕迹。这起车祸也造成了一名大4学生跟他的女友分别1死1重伤。第2次他是累犯，第2次，去年7月是第1次。肇事的驾驶就是他徐伟杰，酒测值0.51，现年24岁，去年就曾经酒驾被吊扣驾照中。徐姓男子邻居对他的印象就是很晚回家，常开着白色轿车，但是他的车速都很快。安尼我看你可能感觉，我知伊囝这个目光来出去，伊就放来出，啊说再死我等下死，伊爸就该讲一句，你后甲出生代志自己承担。徐伟杰无照驾驶又酒驾肇事，酒驾多了总是会遇到鬼，只是让人苦叹一条无辜的命成了他的轮下冤魂。东森新闻吴怡静、崔贤雅在高雄报道。一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整天只会饮酒作乐。我还知道他去年就已经有酒驾的记录，但另外一个人我们看到了，他必须要半工半读，非常的认真的工作，甚至有伟大的梦想，可是就被这样的人给撞死了。撞死人有严重吗？并不严重，在台湾这种状况并不严重。那西平，我们都看到了现场的状况，看到了拖的痕迹，看到车子被撞的那种稀巴烂的样子，你就知道当时真的太可怕了。对，3月2号清晨4点30分，在高雄楠梓区左南路上面，一对情侣骑了2辆摩托车，因为你知道情侣骑摩托车2辆的时候，一定是速度很慢的。是，谁知道凌晨4点多，路上根本是没有车子的。那他们2辆骑得非常慢，就没想到一辆白车本来在快车道，突然间转向，蹦进来就撞上去，了。2辆情侣一定是男生骑外侧，女生骑里面。是，一撞上去之后，外侧那个男生整个恋人被车子被撞起来之后是掉下去，掉了车子的挡风玻璃上。他挡风玻璃就这么撞碎一段。对，他撞起来，撞飞起来，撞到挡风玻璃，撞了挡风玻璃，再掉了马路中间。是，然后
女生呢是连车连人在地上翻滚。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画面，刚刚第一张那个画面是摩托车卡在前面，他还往前跑，跑了180公尺，还拖了车子在地上啪刮这样。那人呢？我不知道，他居然不停车，居然刮了180公尺才停住。然后依照他的刹车痕，交通警察做出判断，怎么样？时速超过100公里以上，在市区里面他开100多公里，超过100公里以上这样快的时速，你看挡风玻璃是被那个飞起来，男生整个撞下去，把挡风玻璃给撞碎。对，被挡风玻璃撞碎，不然的话那个车子卡在下面，不会把挡风玻璃不会撞成那样子。那挡风玻璃是人撞的，你看多可怕！结果这撞挡风玻璃这个男生就当场死亡了，女生捡回一命，重伤，结果就撞成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且我们看到那个报道非常可怕，是对，那个男生有戴安全帽，对，我被撞飞起来，撞到车子，把那个挡风玻璃给砸碎了以后，安全帽一拿下来，血流如注，满脸都是血，用喷的，对，就可见出他这个撞击力量很大。这个时候他整个脑袋都是血，一打开安全帽要救的时候，我即使已经戴了安全帽了，对，都还被撞得满脸都是血，对，你就知道那个撞击的痕迹有多么可怕，而且拖行了180公尺，对，拖行180公尺，所以男的是当场死亡，女的是重伤。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这2个男生的故事。一个我们来讲林玉宽，被撞死，死者林玉宽，注意，22岁，独子，海洋大学4年级的学生，是马上要毕业了。爸爸是计程车司机，对，妈妈在早充店打工，所以他是一个乖巧的、孝顺的，是个型男，而且虽然打扮的还蛮体面的，但是从大一开始就半工半读，在餐厅打工4年，都在餐厅里面打工，结果所以邻里之间都赞扬他，然后。他在打工的时候，在餐厅里面遇到他女朋友，对，他女朋友很美，大他6岁，2个人发展出姐弟恋，他觉得前途真是好棒哦。然后他在餐厅打工2年的时候，调酒师去当兵了，他就负责调酒的工作，当 bartender， 对，结果他爱上调酒工作了，他努力学习调酒，他有一个梦想，他要去参加世界调酒师大赛，这是他的梦。结果没想到。这样一个乖巧的、孝顺的，邻里间称赞的一个，他工作到注意4点半是他下班的时间呢，工作到4点多下班，对，他女朋友还在4点多冷风之中跑去餐厅门口等他，2个人一起回家，对，所以温馨接送情。谁知道这样子狠命的一撞，他的梦碎了，身体也碎了。好，我们要讲另外一个故事。徐伟杰，24岁，也是2个都一样，家中独子。好，去年8月酒驾，他去年就有酒驾记录了，而且还被吊销执照了。吊销执照，罚款8万，缓刑1年。他现在怎么能开车呢？对，根本不能开车的，吊销执照凭什么可以开车？是，结果3月2号凌晨，人家这个林学生在工作到半夜，工作到半夜，你喝酒到半夜？不是，他先去。跟朋友吃姜母鸭，对，姜母鸭以后到夜店去狂欢，撞上去之后，到警察局呼呼大睡，睡到第2天中午才起来，酒测值0.51，而且醒来之后毫无悔意，说我只有喝几杯酒啊，只有喝几杯酒啊。好，那这个我醒来人已经在警察局啦，我根本就失去意志啦，所以毫无悔意。好，这样一件事情。这样一个乖巧的一个男生被他撞死了，结果，检察官一判，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20万交保，20万交，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他爸爸来的时候就说，我管不了他了，他已经失控了，判重一点，判重一点，他爸爸都说判重一点，结果20万元交保，我告诉你，他上次他注意他是累犯，是去年就有犯了，对，去了，而且。他如果驾照被吊销的话，等于又无照驾驶，他就是累犯。这样一个人，你20元交保，他还会再犯的，因为他根本没有受到教训嘛。好，在台湾最有名的一个是叶少爷，是叶少爷，他撞死3个人，因为整个台湾怒火全都起来，所有媒体都在骂，所以他创下台湾最高的30万元交保，300万交保，300万。
但300万交保之后，大家又忘记了，很快就忘记了。结果到了这个曾玉慈，曾玉慈是什么人？台大的女医师，柯文哲的弟子。曾玉慈被撞死的时候，嫌犯15万交保，15万就交保，越来越低了，越来越低了。等到前林务局成功站主任，他撞死了一对兄妹撞死2个人，2个人10万交保，台湾的人很快就淡忘着。一下一个淡忘。好，那这边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今天大家会非常愤怒，就是我们台湾永远是3分钟热度。当时叶少爷把人撞死了，造成了一家3口的悲剧，大家就群情激愤。好，那个时候严重了，300万给你交保。后来15万、10万，这次也是20万，我就可以把你给交保掉了。他觉得你政府有在关心这样的事情吗？还有一点是让大家非常火大的是，这些肇事者都在吃喝玩乐。这些肇事者游手好闲，这些肇事者你在玩乐的时候你把人撞死，可是被撞死的人呢，家没了，家毁掉了，小孩没有爸爸，小孩没有妈妈，而且这些人都是家庭的经济的支柱，你把他们毁掉，不是毁一个人呢，你是把一个家都给毁掉了耶！而且这些肇事者第一时间肇事的时候选择肇事逃逸，非常的冷血，事后呢推卸责任，毫无悔意，这是这些肇事者共通点。我们台湾社会上和法律还要容忍、原谅这些肇事者吗？接二连三的不断发生这些酒驾肇事致死的案件，摊开这2-3年来，2012年、13年到今年这么多的这个肇事案件，大家最印象还深刻的就是当时林克颖当时在台北市东区酒驾，开着他的这个宾士车，然后撞死了凌晨宋报生黄俊德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老父老母哭得伤心欲绝。在这个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被林克颖给撞死。当时林克颖第一时间也是选择绕跑，而且呢，把这个责任推给说他去喝酒的这个酒店的少爷。在法庭开庭的时候，跟酒店少爷互相指责，明明酒店少爷在帮他开车，刚开始帮他代驾没多久，就被他赶下车。后面的车子就是林克颖开的，开车撞死人之后，叫他的董姓女朋友把车子开去，想要把它维修湮灭市政。结果呢，因为要维修的费用太大，他们的残余价值不到这个价钱，干脆说卖给车商，想要甚至把证据给湮灭掉。后来被一个退休了杨姓的这个小队长警觉，看到这个孝子宋报生被这个因伤林克颖酒驾撞死，才警觉到报警，赶快，要不然这个证据早就被湮灭掉。所以饭后态度恶劣，甚至在前年2012年的时候呢，竟然拿他朋友下属，也是他的同事 David 白人的这个一个护照，还有包括他的这个董姓女朋友帮他买机票，竟然连闯5关，从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桃园国际机场大摇大摆的闯着海关这样子易容，然后改变这样的面貌。他没有易容他连易容都没有易容。你看吧，林克颖是印度裔的，对，一个印度裔的皮肤黝黑的，我拿了一个白人的护照，我不用易容，我就可以堂堂正正的离开了中华民国的大门，烂透了。当时简直践踏了我们的司法，然后这样子大摇大摆的逃出国门之后呢，然后跑到了英国去躲起来。后来我们透过司法互助把他抓到了，然后呢希望引渡回来。他说在台湾他回来会没命，然后在台湾司法不公正，然后呢在台湾他没有机会辩护。我们给了他多少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去补偿家属，他却没有回应。好，到了2012年，我们看到叶冠亨叶少爷，为什么他被称为叶少爷？他一个这个妈宝闯了祸之后呢，也是开着宾士车，大清早的，然后酒驾撞了这个垃圾车，垃圾车呢导致撞死那个清晨出门运动的一个李姓的这个妇人。结果呢，因为叶冠亨这样子酒驾肇事呢，造成他同姓的陈姓友人在车上死了，然后还有那个李姓的那个妇人死了，被那个垃圾车也撞到也死了，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李姓妇人的丈夫许姓丈夫啊，在3天后，2012年4月25号早上清晨出事之后，悲伤过度，4月28号他也在家里悲愤过度而死亡，结果留下这个李姓妇人跟许姓丈夫他们的一个8岁的小女儿，多么可怜，一家全部都天伦梦碎，甚至呢。这个叶冠亨他躲着不出来，你看到当时媒体一直在追他，他先一开始说透过妈妈向死者道歉，然后呢妈妈也下跪求原谅，甚至呢他后来也都不断的被媒体捕捉到拄着拐杖，好像在求那个很同情一样。但事实上，包括跟叶冠亨在同一台车上，他的诚信友人的爸爸都说看到他在脸书上还加正妹为好朋友。你这个时候撞死人，你还有心情上脸书？你明明住院受伤要开刀治疗，你还去上脸书，还加正妹当好朋友，行径非常嚣张冷血。好，到了去年。一个詹正山业务汽车卖汽车的这个业务代表，在土城中央路把这样的一个
非常有前途的这个女医生曾玉慈，也是柯文哲的这个高徒，直接在土城中央路直接把他撞死，直接撞死哦，直接撞死。然后他一度也要逃哦，是后来有民众发现了，就把他拦阻，也要跑，他也要跑哦，而且事后呢，他也毫无悔意，然后甚至讲说，哦，因为那个上坡的路段阻碍他的视线，而且汽车惯性前进，他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前进会撞到他，因为他这里什么叫惯性前进啊？他撞死了这个曾玉慈，在生前哦，他在被撞死前5个月，他所那个研究的那个医学临床研究是有关于艾滋病者呢，他可以控制他的病情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获得那个 A 肝那个病毒的保护。这个研究还震惊国际的这个医学的这个期刊。你知道今天很多的被撞死就是很无辜，要不然就很优秀，要不然就是孝子。支撑一家的这种等于说经济状况，你看嘛，曾玉慈是优秀的医生。很多人讲说艾滋病能碰不碰就不碰了，对，其实在台大一样，很多人不愿意收的案子他愿意收，很多人不愿意碰的案子他愿意碰。刚刚讲的艾滋病他这样子全心的投入，他是一个非常负责的医生。非常负责的医生，难道我们这个社会要给他的报应是这样子吗？你对待一个这样好人，你是给他这样的一个结果吗？那你杀了一个这样的好人，结果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国家给你15万去交保，而且你根本就可以判你很轻的罪。我们杀了人，居然是付的这么样的代价，那我们当然酒醉是可以不断的发生啊。酒醉驾驶我不在乎啊，因为判得很轻嘛。我那时候看到柯文哲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最后他的脑压非常的重，要把他化开要救，柯文哲说不要了。他说：“我已经是全世界我是全台湾最会急诊的人，我不能救他。他要化开脑袋说，你千万不要化开，因为他脑压太重。当你一化开以后，脑子里面的东西都会跑出来。你想想看，一个这么好的女孩子，从小到大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对待病人这么好，可是她所受到的对待是这样子，而我们国家对她一点的正义、一点的公道都没有。马英九总统不是讲说，他要盯紧每个地方、任何县市，再有酒醉驾驶肇事的话。”他要把它公布出来吗？怎么话讲完以后就跟屁一样，放完就没有了呢？刚刚谈到了，当时叶少爷引起了全刑拘分了以后，还300万，但现在坐牢也不过6年，6年你现在坐3年牢，你就可以出来了。一家的命，一家的生活被你毁掉了，你只要坐3年牢，当个兵一样的，你就没有事了吗？甚至我们刚才看到了曾玉慈，你只花了15万就可以把他交保了。你今天林务局成功站的主任撞死一个兄妹，撞死2个人，你10万可以交保了。到了今天，徐伟杰撞死一个人，重伤一个人，你也不过是20万，难怪家属会悲愤地说：徐伟杰，你凭什么酒驾累犯，你撞死人，而仅以20万元来交保呢？好，那创下，如果说台湾特别激动，台湾人对酒驾特别愤怒，说我们要求，那可能大家觉得过分吧？我们来看看全世界怎么做。如果全世界的标准跟台湾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宝杰，在全世界的话，他们早就定义酒驾叫做万国公罪，绝对不能原谅。我们看，这是新加坡去年6月18号，而且会公布的，你酒驾被抓到，就是不是6个月徒刑，就是1次鞭刑，1次3鞭。鞭刑，而且是公开的，他们还把你要鞭刑的时候公开示众，大家来看。然后这是一个那个酒驾的人在鞭刑，全身先脱光，穿上特制的鞭刑的一个裤子，这边走出来之后呢，就把它搭到一个立起来的木架子上，手脚全部都把你绑上来。不但绑上来之后，然后那个特制的内裤就是这样子要鞭刑，而且腰也给你缠住，腿也给你缠住，让你绝对的不能跑不能逃，一定要好好的受这个鞭。然后这个全部的绑牢之后，你可以看的话呢，绑牢之后呢，开始要把它打下去了。打下去的时候，新加坡的政府还特别规定，执行官，你那一天可以不用穿制服哦，因为你制服身体会紧，对，你要穿最宽松的衣服，让你的力气全部都可以发挥下去，啪打下去。所以这就是新加坡。如果你这个酒驾被抓到，就是1次的鞭刑；如果撞死人了，那还要处刑罚，而且要6次公开这种鞭刑，总共18鞭就把你这样打下去。18鞭，对，有6次的执行。当然，我们因为现在画面的关系太血腥了，我们做了一些处理。因为到现场看，那个鞭非常可怕，那鞭只要一打下去，一鞭就让你皮开肉绽。是好，新加坡是这样子。那有人就说啊，那新加坡啊，那我们要讲人权啊，最喜欢讲人权的就叫做美国。美国是做什么的呢？宝杰，美国呢被抓到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一罚抓到，就罚你$400，然后呢6个月的监禁。如果你撞死人呢，2级谋杀罪。你撞死人是2级谋杀罪。如果严重的话是无期徒刑。然后呢，他们觉得说这样子还是有很多人老子有钱啊，我有律师啊，就他们还下了一个加州政府定了一个自己的法律。什么法律？你撞死人，你不知道有感觉吗？对，你呢负责到太平间去打扫。到
太平间大少，你要去专门给我看这样的人的生死，那种被撞的，而且是如果还有车祸被撞死的人，你负责打扫，你负责帮他整理大体，负责洗尸体，负责洗尸体，这个就是美国给你做的。然后加拿大呢，最高是无期徒刑，但是加拿大呢还要防范于未然，所以你酒驾的有记录的人呢，他强迫你要给我装一个互动式的点火装置，你要开车之前你要先吐气，然后检验你有没有酒气，有酒气，你的车子发不动。这是对酒驾的最高无期徒刑。日本呢？日本也是对那个日本很多喜欢喝个清酒啊，1年以上2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之后，他觉得这样还不够，2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不够，他们现在还定法，定下去是什么？有那个提供车辆罪，你车子谁的车子提供车辆罪，你要被罚；提供酒水罪，你给他喝了酒，你也要被罚。等于是连坐法，就把你给完全的下去了。谁给你车，谁给你酒，你都要负责任。对的。然后澳洲呢，就刚刚讲的，澳洲的话呢，报纸规定你要有个专栏。酒醉和入狱，你这些人我就把你公布出去。然后我们讲好，那这些国家你回来了，中国他们也定得很窄，7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严重者可处10年。去年修法死刑中国去年修法是死刑。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说喝酒最凶，常常看到画面很奇怪，他们过去从来没有法规。去年3月看到全世界酒驾，俄罗斯也定了，他定一次呢40万的卢比，然后再过来呢6年。如果说你是连续的，终身监禁，关到西伯利亚去。全世界酒驾都是万国公罪，只有我们台湾呢，好像你混过去了就没事了。而且我们看到政府早就已经被告诉说有这么重要的事情，政府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会处理。可是到今天为止，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政府，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立法院对这样的问题有任何的一个作为，也难怪说今天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愤怒。另外一个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愤怒，就是当别的国家都在发展，别的国家都在进步，只有台湾我们不但在原地踏步。只有国家吗？不，我们连城市也是一样。如果说今天你到了东南亚各个国家、东北亚各个国家，你甚至到西方各个国家，就发现人家的城市是不断的在发展当中，可是我们的城市一直保留在原来的样子当中。我们来看这报道。2010年获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世界设计之都。同年，《纽约时报》列出全球一定要造访的31座城市，它也名列第3。什么地方这么值得去瞧一瞧？就是南韩的首都首尔。近年来，韩流在亚洲发威，首尔的城市建筑风貌也跟着改头换面，许多世界级建筑大师的作品都坐落在这里。而现在首尔又将多了一个新地标，也就是东大门设计广场公园。这个世界最大的非标准建筑物就坐落在游客最多、最热门的东大门地区，共斥资4840亿韩元，相当于台币136亿，费时5年打造，将于本月21号正式开放。据了解，这座东大门设计中心是由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蒂所操刀，由外而内完全没有直线，充满前卫的金属感，外形就宛如一艘巨型的太空船。地下3层，地上4层，设有艺术展览馆、会议中心、表演舞台、创意市场和公园，任何电影节、品牌会、表演都能在这里举办。另外，考量到东大门夜间人口流动大，这里也是24小时全天对外开放。未来还会建观光酒店、巴士转运站，透过设计结合旅游，带来观光人口。未来首尔城市的竞争力将在大幅提升。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好，这边我现在看到说首尔变成了全世界时尚之都，还不是他们自己封的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封首尔是全世界的时尚之都。他们现在又有一个东大门的设计中心，他们在昨天宣布说，在3月21号的时候，他们要落成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变成是全世界亚洲服装的批发最大的批发中心。我愣住了，我以前去韩国，那多落后啊，那多无聊啊！这么落后无聊的地方，原来在这几年来，它突飞猛进。首尔已非昔日的无下阿蒙了。如果把所有各国的城市放在世界同一个舞台上来看的话，首尔就像是这个镁光灯下唯一最抢镜也最积极的这个主角。首尔在2010年的时候，它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什么？它是这个世界它的一个这个设计之都啊。那设计之都表示是连联合国和世界的所有的眼光都认同首尔的创新、美学和现代化。首尔在1997年到2000年、2002年这10几年来，
要摆脱亚洲经济那个危机的时候呢，也不过这就是个普通的样子。可是现在好像丑小鸭变天鹅一样。你看之前那个《Gangnam Style》赛的流行歌曲，他就跑到那个首尔的江南区，把他的很多景点都拍进来，结果在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畅销排行榜冠军，而且呢，在 YouTube 点阅率超过19亿人次这样子。甚至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最夯的这个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剧中演这个千颂伊的全智贤，他所用过的化妆品，他所穿的这个衣服，他所用的这些精品，全部都在韩国甚至亚洲地区，还有日本，还有这个中国大陆跟台湾，变成一种流行时尚，去追求这样的一个韩流。所以首尔引领着变成好像是走在时代的前端。不止这样，刚刚我们看那个画面，就像宝杰哥你讲，东大门这个地方，你想想看，大家或许很多观众没去过首尔东大门，东大门就像是好一点的这个台北的5分埔，是吗？你就想象西门町的这个万国商业广场、商业大楼那个几栋旧的大楼里面，经过英国的这个顶级的设计师去打造，变成首尔首栋的这个非标准的一个世界最大非标准建筑物首尔 DDP， 你光是看它目前完工的一些那个照片来看，它在首尔东大门这边，它花4840亿的这个韩元，然后呢，经过5年打造，它现在准备要开放，整个占地有6.2692万的这个平方公尺，而且你看总面积非常的大，地下有3层楼，地上有4层楼，而且你看这边还有什么实验室啊、创意市场，还有它的历史文化公园，整个涵盖起来，对面是它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地标，以前东大门这样望过去就是黑黑的，好像看起来很荒凉的一片。现在竟然要24小时全天候营业，你不得不佩服首尔怎么变得那么厉害。如果你可以说3星现在很强，现代现在很强，那我们可以觉得说那我们的企业家比不过人家嘛，我们摸摸鼻子，那不能够怪我们啊。可是如果说今天人家的城市发展比我们更进步，以前台北人到了首尔，你会觉得这什么地方啊？没有绿化，它的所有的建筑都是灰色的，一个非常暗淡的地方。怎么这样的一个地方，才经过10年的时间，变成全世界的设计之都，变成全世界的时尚之都？这个地方现在可怕到说，你3个月不去，它就有不同的面貌，是吗？其实首尔它的转捩点是2002年，2002年是世界杯，它和日本一起举行足球赛。那时候他非常的担心，因为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其他国家讲日本是什么？日本是这个，日本是一个大家只要想说日本产的电器就是最好的，日本产的刀具最好用，日本东西最安全，日本食品最好吃。他要跟这样的日本还是他的宿敌日本一起举行那个世界杯 World Cup， 他压力多大？所以这是他一个基本的转捩点。他投资了非常大的心力，每天那边的新闻在2002年的时候，新闻都在播说我们还需要改善什么，我们的饭店都太老旧了，全部改掉；我们的街道都太老旧了，全部改掉；我们的这个路牌都太不清楚了，全部改掉。所以他在2002年竭尽全力，但这不只是这个努力跟魄力，我们要想到他1997年才遭受金融风暴，那时候是整个国家是残破的，什么民众要把什么金耳环、金戒指拿出来捐给国家，大家才不会破产的这个地步，但是才这么几年，他就立刻拿出勇气来。好，那我们看到现在的首尔，你如果去，它的变化速度不断的在加成当中，不断的一直加快，一直加快。现在我们只要3个月没有到首尔，你就觉得说好，3个月我来到首尔，来到明洞，我3个月前也来了明洞，但你今天来觉得说，当初有这个建筑物吗？上次那只店呢？那间店找不到了。上次那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什么什么店已经移到这边来，它已经变成从1栋变成3栋，从1楼变成3楼，这是怎么回事？Uniqlo 从1栋变成3栋，怎么回事？所以它变化非常非常的快，甚至我们在讲，我们整天都在讲说江南 style， 那个江南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是漂漂亮亮什么，但它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它是从没有开始的，从很少开始的。江南这个区域很大，有一个在那个地区的地铁站叫做3城站，这个站以前它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路过一片荒芜，大家就路过的地铁站，也没有人要下车去干嘛。但在这个10年当中，它有了很大的建设。首先，它有了一个很大的叫做 COEX 的一个展示中心，就像我们的世贸，但比我们世贸漂亮多了。是哦，它一做就非常的，例如说透天采光，然后里面各区域的分布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不只是这样，它不只是一个世界水准的一个展示中心，然后呢，它还连接了里面内部连接了非常高级的饭店，然后呢，连接了
地铁站，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然后呢，它之后它还盖了餐厅等等的，最后它还在里面盖了音乐厅，所以它从一个建筑物增生、连接、增生，而且你现在去看，你完全不会觉得它好像是慢慢扩建，你会觉得那个视觉的美好感，就是它一开始就是设计成这样。一体的。是，然后呢，现在首尔不只是首尔里面已经整个翻新，到处以前再破旧的地方，现在都变成漂亮的咖啡店，它还往外发展。有一个连接着首尔扩张出去的地方，叫做板桥新都市。这个板桥新都市，你就把它想象成整个新都市就是一个信义区。它新扩张出来，所有东西都非常漂亮，所有东西都是新，大楼好，但是氛围也好。然后慢慢的，他开始讲，就是说这个里面呢，我们首尔除了要方便，我们还要有这个气氛，所以又慢慢出现了一些不曾出现的这个欧洲风的街道，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有名的景点。是，我们来看用这2张图，你就可以感觉到说。首尔的变化有多么样的大，有多么样的快。这一张是2002年，当时他们的清溪川还没有整建之前，你看到的整个首尔，你会觉得它会比台北好多少吗？都是老旧的建筑物，那些建筑物真的灰灰暗暗的，你从上面看，你根本看不到什么样的时尚的东西，都是非常老旧，你根本想看都不看。可是你看到现在的清溪川，我们从同样一个画面，我们来看下去，你会发现。整个的首尔真的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画面，我们来看这些东西，你可以想象这样的画面，这里面的街景，这里有个道路，这里是胡志明市吗？那一个经过越战完全衰败的地方，它现在在很多的地方、很多的区域，胡志明市哦、越南哦，它竟然比台北还要来得更进步了，是吗？依琳。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胡志明应该是我们想的穷的、落后的等等，但你现在到胡志明，你会整个惊讶。首先，连胡志明都起来了。胡志明它不只是方便，它还漂亮。在它的这个 downtown 一郡，数字1235，一郡是它最精华的精华区，在那里它会连接出现的非常大量的漂亮的大型的群体出现的高级建筑物，它可能是最有名的精品百货，晚上的那个光华，你会觉得说去看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我觉得台北才是暗的。不止如此，他们现在的方便设施 WiFi。不是我手机要付钱的，是我走到任何一间店，我手上是空机哦，我这只是完全没有网络的手机哦，我拿到胡志明市任何一间店免费的 WiFi。好，那世聪，我觉得讲到了城市设计，我觉得很火大一点是，台北有没有翻新？有啊，不太翻新吧？地堡啊，对，我把地堡给拆了，把中央广播电视给拆了，干嘛？盖大楼，盖什么大楼？盖豪宅，给谁？给建商赚大钱，给有钱人。我有最好的 bodyguard， 你安全，我失落，我痛苦。我们已经看到了，你今天很多的地方，你盖好，你知道，你台北市所有的都市更新，台北市所有的建设，都只为一种人服务，建商服务，只为了豪宅服务。我们只看到台北市有豪宅，我们看不到有任何新的规划。我们看到了胡志明市，我们看到了日本，我们看到了韩国，它所有的都市规划都是区域规划，是一定有一个音乐厅，有一个展示中心，有百货公司，它是整体的。可是台北市自从信义计划区之后，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区域改造了。对，宝姐，其实都更在台湾的意思就是说建豪宅。建新的建筑物的意思，我们举这个例子为例，我们到东区去逛街的时候，正义国仔一向是东区之流，对不对？你走到那边，整个这个商业的感觉到这个地方就突然中断了。那正义国仔其实已经延宕了15年，到现在为止，还是为了盖国仔，为了要盖豪宅，结果这几百亿的这个商机，为了到目前为止15年都没有改变。我们对比一个例子，大家看了就会觉得非常的难过。这个是什么地方？看起来非常漂亮，对不对？它这个地方叫做新宿的表参道之丘。其实表参道之丘就有点类似之前的正义国宅，就是老旧建筑。对，老旧建筑，它是80年的建筑物。结果那个地方一度也是被视为是整个这个表参道支流。就他们经过这几年的改建之后，它变成你看现在外表看起来这么的漂亮，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表参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上下坡的地方，它为了这个地方重新在这个你看它这个楼梯也是有上下坡的这个感觉，那里面的设计是非常。这是夜晚的感觉非常美轮美奂。你看新加坡这几年改变真的非常大，新加坡变化也是非常可怕。对，这10几年之内改变非常大。你看这个是他们的滨海湾的这个花园，他们这个地方其实你在过去的话，这边是金沙酒店，他们在当初要设计这个地方的时候是
填海造陆出来的。那这个地方以前是海洋的这个地方，而且他们为了要让这个地方不只是有一个景点可以去，你看到这是超级树，它在这里面还设计了一个植物园。你去这个地方夜晚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他们不只说我只要盖这些建筑物，它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海坝的这个地方，这个海坝是什么？它把新加坡河截流起来，变成是新加坡最大的一个淡水的这个水库。是哦，对，这个地方这个是新加坡的这个水坝，它把它拦住之后，这个里面的新加坡就被拦成。大概约有1/6的土地都是这个水坝。那这个水坝它不只是说水坝在这个地方，它上面还盖了一个建筑，非常漂亮，上面都是这个绿地的这个草皮，你在这个地方还可以玩。整个这个绿色的建筑到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当然除了这个摩天轮也是一样，整个新加坡的面貌跟以前10几年去，你都觉得是2个截然不同的城市。你就是引进了 F1赛车，你把这个所谓的影城给弄进来，对，你风貌就完全不一样了嘛。对，没错，而且不只是新加坡是这样，马来西亚也是一样，连马来西亚吉隆坡都不一样。对，他们要砸多少钱？你自己看，1兆5652亿，他要打造一个大吉隆坡计划。吉隆坡以前我们去的感觉是说，好像只有双子星塔非常好，对不对？那整个建筑物都非常破旧。但是你现在去那个吉隆坡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要打造一个大吉隆坡计划。你现在去吉隆坡的话，它处处都是工地。对，他现在开始盖捷运，然后他还要盖高铁，连接到槟城，连接到这个马六甲海峡，然后同时还要连接到这个新加坡去。他同时他喊出的计划就是说，要把整个吉隆坡打造成一个大的 shopping mall。而且我们觉得更难过的是说，不是只有日本在进步，不是只有东南亚在进步，这是连非洲都非常。非洲？对，这是非洲的景色。对，你看到这个天际线，你会觉得很像是什么地方？我以为是纽约嘞，对，很像上海的感觉，有没有？这个东方明珠塔，然后这个好像很多建筑。这是南非约翰尼斯堡。对，这是南非约翰尼斯堡的这个景色。你看，这个是白天的这个夜的景色。你看，这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我们印象中南非应该就是破破旧旧的地方，而且不只是说哦，这个建筑非常的 modern。你看，它还有大片的绿地，感觉上就是说哦，好像一个很棒的生活的地方。而且不只是这个约翰尼斯堡是这样，连开普敦啊、德班这种2线城市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看来看去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旅行，好像只有台北是原地踏步。我们看到台北市在我以前跑新闻的时候，将25年前就告诉我们说那是城市竞争，台湾整个要起来，台北市要当火车头，台北市要建设成一个最大世界的展览中心，全世界的一个旅游的中心，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带领着台湾经济往前冲。可是经过了20多年，我们台北市有任何变化吗？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都在进步的时候，只有台北一直原地踏步。我们休息一下，回来。